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真侪人细汉的时阵拢爱看红仔册，袂少人是大汉了也是真爱看。即卖的红仔册愈分是愈侪种，主题嘛真侪款。台湾的红仔册安怎发展的？我今日来讲红仔册。真侪即阵囡仔咧看的册，拢算是红仔册，只不过遐甲我细汉的时阵看的红仔册足无相共诶。即马我的囡仔咧看的，有教地理文化知识的红仔册，若要互囡仔学历史、学科学，嘛拢会使画做红仔册、红仔图来互因看。过去30-40当前，看红仔册是互人认为讲这毋是啥物好代志。其实册敢若写字的，也是有画图的，也是有真侪图字真少的册，差别伫倒位，毋是遐尼好分，而且嘛足歹分好也是歹。是安怎过去会认为看红仔册毋好？我发现这甲过去台湾的红仔册政策是有关系。毋过咱先来讲红仔图是安怎来的。较早有诶是有画图诶故事册，也若讲刊伫杂志、报纸顶头诶红仔图、卡通，是日本时代开始有诶。迄时诶台湾日日新报上早刊出来是一个号做国岛水马诶画家，伊画红仔图。这个人是日本诶漫画家，伊对台湾诶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拢感觉足趣味诶，伊画袂少口说诶红仔图，刊伫报纸内底。后来伊也有画日本统治台湾50档内底每一档发生诶大事件。这规套诶作品是伫1931年就出版啦，总共是100组4400张诶红仔图。迄当阵也阁有伫台湾真侪城市巡回展览过。即套作品伫2000年诶时阵，前卫出版社伊就有搁搭捡做伙出版做一本册，叫做《漫画台湾历史》。伫1920年代，日日新报伊内面就有红仔图，毋过迄当阵诶红仔图是无故事诶，较侪拢是一张尔。伫迄个年代，已经有进口的杂志内底有红仔图，也嘛看会到报纸顶面有人画的红仔图。过无偌久，伫1930年代，台湾日日新报就开始有故事性连载的红仔图，也嘛有画互囡仔看的四百图、四格的图斗做伙的红仔图。台湾第一个出版规本红仔册人是家人生。这是伊诶笔名，伊诶本名号做陈炳宏，是家人人，所以号做家人生。这个人是1903年出世，伊去中国读册，佮去美国读研究所。伊自细汉就足爱画图，伊是伫美国咧读大学、读研究所诶时阵，开始替学校诶杂志画红仔图，所以伊画较像迄当阵美国报纸顶头诶红仔图。伊替真侪有名诶人画过图像，佮请因签名。伊嘛出版过散文集。1935年诶时阵，伊就出版伊家己画诶红仔图。这规本诶红仔册号做《家人生漫画集》。虽讲伊毋是台湾诶第一个漫画家，毋过伊是第一个出版规本家己红仔图诶画家。伫日本时代诶尾期，1940年诶时阵，伫新德州就成立新歌漫画集团，内底诶成员拢是已经伫报纸、杂志咧画红仔图诶台湾人。这个团体伫战后1945年诶时阵，因也有做伙出版《新生》这本杂志。因是专门刊红仔图诶一本月刊，内底大部分是拢考西社会政治诶一寡图。
毋过战后经济无好，新出版7本，就是2档了，就煞收起来。同款伫1945年，王兆忠出版《水浒传》的红仔册，这本内底写的北京话，这本嘛算是台湾战后第一本有长篇故事的红仔册。为这时阵开始，豆豆仔就有出版5本的红仔册，也是连续足侪集的红仔册。1949年，报纸拢变做政府的，内底继续有一寡咧讨论社会政治的红仔图，也嘛有互囡仔看的世界红仔图。毋过内容拢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即类的。本地伫日本时代报纸顶头咧画一寡靠西红仔图的画家，发生228事件了，差不多就拢无阁继续画啊。所以1949年以后，报纸顶头看会到的，大部分拢是对中国移民过来的漫画家，像埔军校出身的梁宗明甲梁佑明，因2个兄弟啊，甲一个笔名号做牛哥的李费蒙，这个人真出名。伫1950年代，除了讲政治时事的红仔图，另外一个互这个漫画家会当发挥的所在，就是囡仔杂志。迄时先有的号做学友学友，陈光熙就发表小八爷，其实内底内容是政令宣导，毋过大家拢真介意。后来阁有新的囡仔杂志，像东方少年、魔幻少年、新学友，这个囡仔杂志内底拢有袂少人咧画红仔图。迄时画故事背景拢是古早的中国，所以拢是穿古装的武侠红仔图。出名的画家内底有叶逢甲、雷秋、陈海庆。伫迄时的红仔图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伊爱下政府的政治思想。阁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因为是要画互囡仔看，所以需要一寡辅导管制。这互刷落来的红仔图伫台湾的发展，拢着爱下政府的要求。国民党嘛知影文化宣传是真重要的，所以伫政政学校拢有美术课来培养替政府服务的美术人才。复兴工学院内底的美术系，就专门咧培养画红仔图的人才。这时差不多是台湾过去上侪人画红仔图的时阵。讲伫迄个年代，毋是完全拢总无日本来的红仔图、红仔册，只是因拢是为日本查倒来，一张一张拆落来订描、订抄，内底若是看会出是日本的图，像画着榻榻米、纸的门、神社，这个物件拢总得爱改掉。当然，作者的名嘛会改做台湾人的名，才会当出版。过差不多10冬，伫1962年的时阵，政府就公布编印连续红仔图的辅导办法，理由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囡仔，所以只要若有连续要刊出来的红仔图，也是规本的红仔册，拢得爱先经过审查才会当印。有的出版社无审查，就会互人检举。所以迄时嘛有出版社就因为安尼关起来。1966年，蔡坤林伊就抓着一条规定，就是红仔图若是占全部的2成以下，就毋免审查。所以伊创办《王子半月刊》，内底有画图的小说，有一寡科学知识，也嘛有教台湾人画、日本人画的红仔图甲故事。阁过一冬，钱梦龙就出版另外一本嘛真小工的《天龙少年半月刊》，内面嘛有收袂少台湾的红仔图。不过因为审查制度，伫台湾无阁继续画图的漫画家嘛袂少。到1970年代的时阵，因为台湾人家己画变少，颠倒是为日本来的无版权的日本红仔册变真侪。这个时阵，因为印刷的技术嘛进步啊，所以因毋免阁一张一张拆落来用描的，要印加真紧。
真侪人看过的好小子、千面女郎，也是尼罗河的女儿。这的红仔册迄时拢卖了足好，真侪人在看。这为外国来的册，因的审查颠倒无遐严格，毋过真侪内容是无适合囡仔看。所以后来台湾的足侪漫画家就抗议，这为日本来的红仔册是无适当的。报纸嘛开始宣传讲，看红仔册对囡仔毋好。我也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阵，豆豆仔社会就认为讲，看红仔册这项代志毋是适当的娱乐。早期画红仔图的漫画家，因为政府的管制，所以因画的大部分背景拢是中国。真正有画到台湾的是刘兴钦。伊为1950年到1960年画《阿三哥大金宝游台北》，也是《阿三哥大金宝游宝岛》。这个册内底拢有画到真侪台湾的景色，有画莺歌、新竹、苗栗、日月潭、阿里山。刘兴钦的作品较大是研究客人文化、研究台湾红仔图的重要对象。早期除了伊以外，差不多袂伫别本红仔册内底看到台湾。真正有讲到台湾历史的第一本，应该是1990年屈玉良伊画《雾社事件》。屈玉良画的时阵，伊是去找足侪资料的。伊用写实的方式画赛德克族伊的特色，像讲因的侧面生做啥物款，头鬃安怎绑，服装是生做啥物款，也是因用的物件，伊拢有去研究。甚至因嘛去研究早期日本军队甲警察因无共阶级穿的衫。即几档以台湾为主题的册真济，红仔册嘛是。我会伫即期的电子报介绍一寡红仔册，也佫有一项是甲红仔册做伙咧变化的，就是租册店，互人借册的店。即款互人会当借册的店，伫日本时代就有啊。迄当阵主要会当借的，就已经是红仔册。伫战后，除了囡仔杂志，借来看的红仔册是上侪人会当接触到红仔图、红仔册的方式。这个借册店有的是有固定的店面，内底会当租红仔册，也嘛会当租款的册。毋过过去也佫有迄种用脚踏车、三轮车载出来租人四界走的迄款流动性的租册单。伊甲有店面的同款，嘛是会当用租的。收费就要看讲是伫现场看好了，也是要摕转去厝看。若要借转去厝，就要搁付押金。1980年代，也佫有漫画便利屋这款专门卖红仔册店。迄当阵，七龙珠、灌篮高手，真侪人咧看。即几档册店豆豆仔关起来，租册的店嘛差不多拢无去啊。上尾也佫有一个是大家足熟悉的老夫子。老夫子是香港人王泽画，1962年头一摆出版，1969年就引进来台湾，伫台湾足清诶，也佫有电影。毋过老夫子伫台湾是安怎发展起来？应该甲今日讲诶日本红仔册诶发展方式佫无啥相共。详细其实我毋知影，毋知敢有听友知影老夫子安怎引进来诶。大家若是对台湾红仔册的历史有兴趣，李依云老师伊写袂少有关台湾红仔册历史的册。今日的内容真侪是为伊写的迄本读漫画2012年出版的迄本册来的。就要过年啊！我伫遮感谢过去一冬来听众朋友的支持，也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欢喜过好年。大家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也是来面册甲我讲。也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，
伫平台留5粒星留言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介内底有 ECP 的连结。就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